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高龄的社会伴随着失智症的人口是愈来愈多，想袂到讲，这个失智症竟然嘛来牵出着社会犯罪。这11年来，相关的刑事案件增加将近3倍。有一位被害者，伊因为失智，被诈骗着9亿的家产。这个专家来呼吁，有犯罪集团专门来找迄个失智症的患者来诈骗，请大家要特别注意。 你听这里面讲啥？哎，用其他跟你讲的。可能就是被诈骗集团那边洗脑了，甚至以为我们是假的这样子。就那么刹那之间，可能就被诈骗集团整个给骗走了，而他是因为失智而导致他财务处理上的一个困难。几岁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多久没有回来这里？10多年了，发生事情就没有回来了。 因为没有办法面对。回想起来，犹原会惊。老慧芳的先生本来开贸易公司，事业有成，住伫民生社区，住的厝嘛真大间。一直到10天前，接到一通请问查某囡仔卡来电话。他就说，如果你要心情好，对不对哈？你就要离开那个让你心情不好的地方，你就到一个心情好的地方。我先生说，我怎么知道什么地方心情好？他说，那你出来。 我带你去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出去，我先就跟他走了。老慧芳先生个性雄拢变去，经过诊断后才确定得了失智症。因过上海是这个时阵才发现，早伫因先生离家出走的期间，民生社区这间厝互人过户，存款互人领了，前后损失超过1亿，一个恶梦从此无法度去除。社工就来我家做访问，就看到我们家。 我和我先生这个样子，他就说你这个样子不行，你已经，他说再下去你们2个可能都会死掉。监察院公布失智者人权调查报告，10年来甲失智相关的判决民数增加16倍，刑事增加差不多3倍。失智症家属想要求赔偿，这相当的困难。老慧芳拍10年的官司，因为真恶提出证据，规个财产敢若讨回2成。法官对这种病症。 毫无知识，那我在照顾病人的情况下，应当说是弹尽援绝，我的生活还有律师的费用都无以为继的时候，所以最后只有被迫和解。年长者他有时候附带一些失智的情况的话，他的对于自我的认知会比较降低，他可能对于人事时地物有一些反复没有办法厘清的一个情况，所以他在讲述自己。 被害的情况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、确切知道每一个被害的过程或者是一些内容这样子，造成说他可能第1次跟第2次讲的不一样。老慧芳甲因先生结婚40多年，感情真好，因为失智症，另外一半变成上熟悉青婚人。我先生55岁开始对数字失去判断的能力。兄弟姐妹已经忘了2个。 像目前，如果你问他，你说，哎，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他说我有2个，实际上他有4个，但是他还是可以回答，1到10也不会数。张栋是谁呀？是你先生。失智症真高被误认为是脑坏自然现象，上早出现镜头是记忆愈来愈歹，开始无法度做本来熟悉代志，对时间、地点会感觉真混乱，甚至言语的表达拢有困难。伊是一个进行性退化疾病。为轻度时期较轻的镜头，慢慢进入中度、重度、尾期镜头，对诈骗集团来讲是真好得手的对象。 很多其实是在轻度跟极轻度，他们看起来跟一般人没有2样的，可是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失智早期的一些征兆，可能在财务的管理上他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困难了，可是没有人知道，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诈骗集团最可以下手的一个机会了。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，失智症人口的比例当年就增加，80岁以上的时代，每5个人都有一个是失智者。 这唔那是医疗长照的问题尔，更加产生真庞大的社会犯罪。政府需要赶紧定一个完整的保护政策，照顾保护这个时代拍拼规世人的心血，唔通让失智症患者变成诈骗集团等要留的肥羊。